就泡在海里头2个月，而且是盐水，沥干之后只有水纹而已，连我们的金颜料完全都没有褪色，连剥落都没有剥落。仿佛铁达尼号的船难，落水观音几乎完好，父亲也会觉得骄傲吧？这件是复古的做法，是我父亲那个年代的做法。精湛的仿古工艺技术，陈慧芬的父亲陈如礼被台湾和日本同业冠以人间国宝的美名。彩绘佛像更精致的手工作品，这是陈慧芬和妹妹陈明珍的共同创作。从小耳濡目染，好像理所当然得肩负延续传统工艺。小时候也认为说佛像是好像苦命人才在学的，还是很想跟同学一起出去外面闯啊，可是爸爸都不肯。那一段觉得自己被框架住的过程很痛苦，但如果放弃，也就没有后来彩绘佛像让人惊艳的成绩。本上唔介意，本上唔介意，尽做尽成期。尽做尽成期。好，这句话意思就是本来不喜欢，越做越有兴趣。本上唔介意，尽做尽成期。我一直想跟各种不同的元素结合，不只是宗教，然后就变成是更与众不同的艺术就对了。始终相信画笔下真功夫可以多元发展。姐妹俩对于因亲家而接触到的客家之美，也想好好发挥。其实桐花它本身的结构很简单，图腾也很简单，就是很简朴，就像客家文化强调的简朴的一个美学。传统工艺精致经得起考验，携手走过30年，热情不减，以公益之家的使命感迈向下一个30年。客家人精神就是这个勤俭耐劳嘛，就是苦干实干，想办法把工作做好就好。上课喽！本上唔介意，尽做尽成期。本上唔介意，尽做尽成期。谢谢钟怡老师。